止水的神器，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，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。桃花心木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一粒啊？有一粒啊，那个里面有好多种子哦。桃花心木，桃花心木。哦，桃花心木也是长得这么高，你们看到好几颗哦，好几颗一粒一粒的果实啊。哦，那个手的蹦开啊，那里面好多那个种子，带着一片的。带着一片薄膜，这样会飘飞，好像蜻蜓这样。你看，就剩下这样。那个叫桃花心木，桃花心木可以长这么高啊！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莎士比亚凭着日归